太鲁阁国家公园是台湾第4处成立的国家公园，其岩石在嘅太里山峡谷一定有名。政府一路以来对国家公园的想象是无人公园，对人为活动有10万多的限制。当然听说有限制，不过对这条喺国家公园成立以前，如喺睇嘅居民来讲，如实在无干无晒到。许多唔肯囤地买下的民众为初到的生存，从而利顺角度风险也个高嘅高山青菜，撒许多农药、化学肥料，使到几只嘅野生态越来越唔好哦。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5年前开始委托慈善基金会，上山想办法挖农民转型。用有机的方式来种植，现在已经有为18栋嘅农地通过嘅有机认证呢。生态环境同居民嘅生存取得平衡，能有永续发展嘅可能。你看这边就有2只了，一个是蜗牛，一个是天才叶儿幼虫。睇到3年腳，暗部頭作得迷彩3枚裝用物，啲玻璃彩貼來去去，蘇康見作得鬼太巴射到嘅夜路嘅條。主角按辛苦种出来玻璃菜，比实强强。要晚上，因为白天的话它都会躲起来，你找不到。你要像这个时机，这个时候晚上它就会出来，那我们就顺便会带个头灯出来，顺便抓这样。从5年前专做有機器設，裝用物連暗部頭也無限。控制裝頭度8伏地度有7伏，開始同樣嘅生發方式。19年前加入一片嘅黃葉下下角。一下唔單止有蟲害，還喺動植有山豬後尾有一片調生農作物，有感覺上比較好。那個像鳥的種類跟有時候看不到的東西，它都來了，連山豬、猴子都來了，這是比較麻煩。該唔驚因呢？按不條記個山豬就來咧，來是個高麗菜。係啊，猴子嘛唔驚因啊，只有先來。就算玻璃菜本山豬後尾是鐵，黃葉也無奈何，青島標誌炮位客家調，中國黃葉的田橋，駐地太魯閣國家公園地度，也無辦法申請，用老的呀調來叫。這心頭係用個鞭炮嚇猴子，可是猴子唔驚了哈，然後山豬都冇法度咧，不然嗰啲嘛驚佢啊，係啊，冇人來抓，唔嗰啲嘛唔曉。不敢啦，山豬很凶。国家公園法是不可以引火整地，不可以放鞭炮，不可以怎麼樣，不可以怎麼樣，很多啊。你等於說你不能國家公園區不可以噴農藥，其實是有法律很嚴格嘅，只是他要不要來抓你。一下中將軍用甲體嘅黃勝忠係有名嘅天台，阿爸啲民國38年來台灣過後，被派來開中埔橫貫公路。就等等其他農民第2片天地開始做農。橫貫公路有很多老農民的老兵要開嘛，那需要有一個菜園供他們吃，因為以前的交通不方便，他沒有辦法到市區去買嘛，所以這邊叫做西寶菜圃，專門供應開橫貫公路的人吃的蔬菜。對埔飛順電中橫公路。歸路嘅地天上西部到清境一條蔬菜開墾立種，安置農民路邊。本單生發的大細事情都係意思推埔飛。20年代才因為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設立有了變化。他覺得好像人是破壞保育的東西，所以剛開始國家公園成立的時候，都是希望說我們要自然，你不能噴藥，最好是不要種菜，最好是沒有人住了。認證台灣的國家公園係靠美國的，要做一個無人的國家公園。故所對範圍度人的發通限制多，因為樣西部也條蔬菜人出名，我喺青菜耕種，長木嘅衝突也多。那國家公園設立主要是來自於由於美國國家公園署那邊的協助哦。那美國他們國家公園的設立是以建過一個沒有人的國家公園為一個模式啊。以太管處就是說，你們想要蓋什麼都可以，然後我們可能搭一個那個就是廣告牌，或者說搭個寮，他們就要拆。這個對當地人來講是一個很沒有辦法去平衡的一個想法。因為按樣，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當年就會變預算。
想辦法買國家公園地圖嘅私營貼，以到應徵交通也係審發無理撇受到限制嘅居民，就土地買鐵嘅。我們這為什麼還是私有地？是因為我們在公路旁邊，它不會有路不通的問題。那我以前是住在竹村梅園嘛，剩幾戶？本來有大概20幾戶，全部賣給國家公園。為什麼要賣？它出的價錢比較高嗎？沒有啊，為什麼要賣？沒有路。所以那一種耕作方式通常對環境比較有傷害。那國家公園為了要減少這種跟保育的目標的這個對立，所以他們就會想要說去把它購買他們的土地下來。留下來嘅居民唔係買鐵，為了生存、高利潤、高風險嘅高山搶出，變做其他嘅現象，是當到約嘅不可避掉嘅耕種方式，使至到順項嘅生態越來越唔好。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5年前開始委託慈善基金會，想辦法以神學共同農民轉型做有機。我們從5、6月開始就要上來拜訪他們，他們第一個對我們又不信任，再來就是說啊，你一下又安排這個課那個課，他們覺得很煩，所以其實是不太想理我們的。用嘅半年，慈善基金會嘅成員差唔多1禮拜就以神學拜訪，西部嘅村民總算有人踏入很吃困難。我很專業，最因為關係農法得托嘅農民係唔敢搬自家生意呢，遇到田橋。袂落去講，你噴藥嘅咧，冇落嚟搞哎喲，你看沒有關係啊，今天嘛做啲現今天來幫忙除草啊，嘿，做啲你看有機來的沒有關係咧。有認知，然後慈善基金會直接開作，唔是講收入問題，假使問題，農民也唔是上岸多。目前契作方式嘛，你會覺得他比較安心，好像看到一張紙啊，你今年的收入這麼多，哎，跟上班差不多，或者比上班好，心裡比較踏實啊。那你這種慣行的話，那心情起伏很大。5年下來，就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嘅監測，田橋嘅重建式嘅殘留越來越大以外，附近嘅黃災苗頭碟，細期嘅生產率通物又有變多。慣行農法上，它一定是大量農藥的時候，那像黃嘴角鴞，它的食物可能就是一些像比較大型的，就是像老鼠；那比較小型的，可能有些蚱蜢啊這些昆蟲類。那如果這些昆蟲、這些小型的動物，它也剛好受到農藥的影響危害的時候呢，那我們相信也對這個食物鏈的比較上頭的這些物種也會受到影響。獼猴的增加跟蟲害的增加，代表這個生物多樣性是有正面的提升。污染社會生態也天天的恢復，西部村民的生存和環境當場尋到的新的平衡點。學者就認為，也無天創作的結局，按久以來保育和地圖帶人之間的衝突。他畢竟找出了一條路，這條路讓國家公園的保育目標可以達成，同時間也兼顧到國家公園內的農民的第2代，他們的農業的這個發展，也可以在國家公園內能夠存在。同一列列飽滿的玻璃碴割下來，你喺有機農民無主無鴨，喺流馬落路通，當幸運的3個月山竹後尾重開，真有辦法舒適。對西部村民來講，做有機一條路雖然很艱辛，做得繼續留啲嘅阿爸比流血流汗開墾的家園，還係易出的咧。